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摄像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顶一摆呢，恒春仔的摄像机第一集放送了后，有袂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讲，恒春仔甲大家装笑的安尼，歹势。即种白目的手路吼，我真久进前就想要算一摆啊，不过一直无机会啦。其实我第二集吼，本只是想讲要算一个较大的啦，就是真侪主持人毋是拢伫咧空中咧讲伫遮甲大家拜一个早年，伫遮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是伫遮预祝大家妇女节快乐。我咧想讲吼，若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摄像机，以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然后就啥物节到就恒春仔是遮预祝大家啥物节快乐，然后就一直预祝落去。若一般人拢有放假的节日尔呢，但迄个护士、军人、警察、农民、药师，也是戏剧、美术、舞蹈、工业节等等啦，佮加上24个节气，五路四海众神明的圣诞千秋，安尼预祝落去。安尼预祝完了后呢，应该爱开1-2点钟的时间。过来就讲咱的节目就进行到这，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是讲这也是想就好啦，还毋通做出来啊！我做出来恐惊互听众朋友拍死安尼。所来要进行的，就是我也想不出这个单元爱号做啥物名的单元。来讲一个故事，互大家听。伫古早，番薯食袂饱，土豆唔免炒。从前很久以前的2-3年前，有一个人叫王羲之，王羲之，伊是一个真出名的书法家。毛笔字呢写了真赞。伊真爱一种动物，鹅啊，嘛有人讲鹅啦。讲到鹅甲鹅吼，我就想起各地讲法若无共吼，有时就会造成误会啦。咱先将王羲之按下不表，我来讲一个趣味的故事。伫古早，番薯食袂饱，土豆唔免炒。从前很久以前的2-3年前，有一间工厂的头家娘吼，拄咧杀一只鹅啦。有一个新来的工人为灶骹行过，煞互头家娘甲叫过来。阿雄啊，等下吼，这灶骹款的啦。想煞衙门去卖咧，卖钱拢互你啦。阿雄听了真欢喜，等灶骹款好，就甲工厂的铁门拔去卖啊。无人笑哦，无要紧，无人笑来，公司交代笑啥啊？之前捌听大辈咧讲吼，收歹当旧社吼，毋若收这金属啦、玻璃啦、破啊纸。连这鸡毛、鸭毛、鹅毛拢有咧收啦，不过这我无经验啦。好，咱转来讲王羲之。王羲之呢，伊真爱鹅啊，爱看伊行路，爱看伊游水，爱听伊嗷呜嗷呜的叫声。讲到嗷呜嗷呜的叫声，我就想着讲吼，进前伫阮阿嬷水溪窟遐有无？这种鹅啊吼，阮就不叫鹅啊，嘛不叫鹅，就直接叫嗷呜。咱回归正题。有一天呢，某人甲王羲之讲：有一个乌巴桑吼，饲一只真水的鹅仔呢，你敢有要甲看一下？好，王羲之听这个消息真欢喜，马上就派下骹手人吼去乌巴桑因兜甲通知讲，某时某日爱去甲拜访。乌巴桑听着大官要来处理，欢喜甲，毋若款厝内办青草。佮兼走去摄度电头章，专门为着王羲之的到位来做准备。等到迄天，王羲之照约束的时间来乌巴桑因兜，乌巴桑就开嘴讲：“哎哟，王大人呐，来，坐遮吼！王大人真歹势，俺所在有较矮啦，知影你要来啊，准备这便菜饭，人客气呢。”王羲之看着规道的山珍海味。但是伊的心思都无放伫咧食道顶悬啊，所以就问乌巴桑讲：
啊，老夫人啊，听讲你有饲一只真赞的鹅啊！哎哟，王大人啊，你都毋是住伫巷仔内，但是真内行呢，一讲就讲到重点啊！我饲这只鹅啊好，大家拢学了有对的啦。你今仔是为着这只鹅啊来的吼？王羲之花头喜面，喙笑目笑讲：是啊，是啊，安尼你真有福气啦！今仔日毋但互王大人你见识这只鹅的赞，上煞嘛点一个老身的好手艺啦！好手艺？对啊，你面前这盘的就是鹅肉，若北来下水我是甲笋干做伙煮汤啦。来，免客气啦，我咧。听到这个故事，唔知恁的心内感觉如何？恒春的感觉是安尼啦，美丽的环境、世界级的景观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，也是讲珍贵的动物，为着现有现好啦，一摆就甲创好死啊！这伫咱这个土地嘛，毋是偌奇怪的代志，对毋对？节目也将近尾声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！